中秋节后，金黄的柿子熟成了，柿饼工厂也开始进入最忙碌的季节。纯手工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柿饼制作过程不容易，繁杂的程序从去蒂头、削皮、修整、烘干到最后的碾压，一共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普通这个削皮削好，经过烘烤、热风、冷风干燥第3天以后，就能像这样子碾压的啊，这样子压下去。他的手没戴手套，还得了。哎，明天再烤过，我们第2次再压，在第3天又再压，第4天又再压，最后的成品才是这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烘干和压捏，柿饼在充分糖化之后，会散发香味和甜度，不仅口感 Q 软，营养成分也相当高。柿饼含有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C 以及一般水果少有的矿物质锰，可以健胃整肠、助消化。而新埔和关西地区之所以会成为柿饼最大宗的产地，其实和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会做柿饼是有九降风，那个空气很干燥，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那个地理环境啊。其他像现在这个像新竹台风一样。经过犹如超大型烘干机的九降风和新竹阳光的洗礼，柿子多了一个好滋味。也因为这股特别的香气，让刘老板舍不得放弃从阿公那个时代就经营到现在的100年柿饼铺。小时候就是跟着爸爸妈妈早上很早叫我们起来挖地头啦还很早就削柿饼。今天天气很好了，晚上12点就被挖起来，开始就削皮了。突然想说爸爸不会做了，现在换我们做了。台下走啊，台下好。嘉年华一般热闹的柿饼节是新埔地区每年的重头戏，邀请全国民众来到这儿，品尝道地美味的柿饼，也感受客家人浓厚的在地精神。当秋阳轻洒，当九降风吹拂，熟成的柿子在繁复的程序中甜蜜柔软。师傅纯手工的心意，让客家100年柿饼再飘香，紧紧包覆我的感动时刻。